加。米来自于丰足嘅绿感，天然嘅向下旅行，拔开木竹，打开耳孔，用屁股杀麻身体留心，只有感受米嘅人事物。因为报嘅因比做表演就接来拖延，龙潭一笪地方我也唔會講魔術師。嗰所地道講，龍潭一邊有當多嘅丘陵地帶，有山呢，有河壩，有路嘅海。嗰所一笪地方有當多茶園，就像我也下帶嘅峨眉強樣，但係強樣可能嘅茶嘅種類冇強樣。嗰所有按呢個基地做得較誠意來龍潭。平靜入邊來行嘅來認識入邊做創作嘅藝術家也好啦，也係啲入邊生活嘅人來看呢笪素材，然後我頭擺認識嘅有乜嘅上漲嘅部分，就講當期待啦。對於中國按你中國來先，韓國來先看到先養到一個動態嘅一個櫥窗地圖，有當到張老師家嘅飛嘅作品啊，還有看到張老師嘅爸爸，同樣也係張老師寫太詩嘅作品，還有詩有畫有飛嘅，還有嘅詩刻啲飛嘅面檔，還有呢個櫥窗也本來想到，當中係按呢傳統嘅東西啲地圖。可能啲夜間目地圖會有按那個老師嘅美學做得來感受。老師你好。哦，好。老師按摩喊。做下詩啊。下詩，老師嘅條詩全部你寫呀？全部我寫嘅，獵花尾藝花嘅，老師，你下邊寫係乜嘅？唐朝嘅順戈亭書譜。順戈亭。順戈亭書譜，這個書法是歷代書家都要寫的，至於寫的後法呀，因人而異。因人而異。對，一般的書家佢寫出草書啦，愛寫係是隨意啊。愛迄草的文章呢，你看我哋是有輕重緩急啊。老師，你下呢種寫了幾久嘞？多了？寫2頁咯。2頁嘞哦。2頁嘞哈。還有幾多種啊？愛寫全部寫2本書，愛寫睇係冇嗬？愛預種。非常的困難，心愛聽才能夠入書境。但最後嘅時間地頭講，張老師佢係自家算無師自通嘅，但係我看到佢臨帖，還有佢筆鋒啊，有當到佢嘅作品，佢寫嘅詩，佢畫嘅圖，我知道講哇，呢個張老師佢嘅無師自通也太厲害吧！有按到無強樣嘅詩體，有按到形，就講我今日看佢寫嘅黑色嘅詩，我知道講佢嘅性格啦，因為你哋講。看一生人創作嘅東西，看藝術家嘅作品，就做得看出佢嘅性格。我知道張老師佢寫詩寫了50年以後，佢真是係認真自由安尼。你對佢來講啊，係講寫作品，也係練詩，也係佢日常做嘅事情。嗰時候就像食飯，就像飲水咁樣按次元。我感受到張老師佢喺寫詩嘅時間啦，就係一件像呼吸啊，那按次元嘅事情。
张老师你好。米莎你好，来，请喝茶。张老师，你安叫我还吗？干？就一直忙，就工作、家庭、自己的生活。那最近就是这几年就忙着，真的就是忙着结婚生子。哦，有了家庭之后就忙。对啊，其实从事艺术这种工作，你说靠自己打拼要成一个家，说实在的，在现今这个社会，还是真的有那么一点难度在。那就是好在就父亲支持我做这个工作，母亲也支持我，就是全家人都支持我，所以我才敢完全无后顾之忧的，就是投入在这个我自己的陶艺工作里面。我比较喜欢做比较朴实的，就是我不太喜欢炫技，但是必要的时候，我当然会展现我有这个技术。但是我很喜欢做一个东西，就是它没有太多的装饰，看似简单的东西，可是懂的人他一看，哇，这其实是不错、有内涵的东西。这样，像我父亲他是一个书法家嘛，像这个陶盘就是。我做陶板，然后我父亲直接刻字在上面，他不是写上去刻，他是直接刻刀，在土坯没有树梢的条件下，直接就以刀代笔刻出来。张老师，我今日想要来同学一下，我有蛮研做费，可以教我做个什么？做个什么？因为偷学。很多各类型的大师，比如说有精工，有漆器的，在看作品的时候，他们会跟我分享，用点到为止，就是说，譬如说我在做茶海，他就暗示性的说，你这个地方再薄一点，或许会更好。其实我跟着老师出去，我要的就是这个经验。因为这种经验是最难的，它是用时间累积的经验是最难得的。我听了这些话回来去调整以后，有时候甚至讲实话，搞不好可以少几年的功夫。那我待会就是用，因为我擅长的是陶板的作品，像这样，这个是厚的陶板，对，这个杯子，也是陶板成型，甚至我这个茶碗，我也是用陶板成型的手法去做的。那我待会就是用陶板的方式教你做一个简单的水杯，因为做了能用嘛，好不好？好。像这个陶板呢，小心哦，这样子陶土有一种记忆效应，你把它弯了翻过来，如果今天你是反方向去做，它在烧的时候就变形了。对，它有个记忆效应，所以你刚才这样子弯它，你等一下就一定要往这方向弯。OK， 对，好。那我现在呢，因为这个陶板处理好以后，我还没有表面的擦拭，好，那所以会有一点点那种纹路，我就会用海绵喷点水把它擦拭，然后在做的过程中呢，也比较它有一个湿度在，也比较好做。我这样喷了点水呢，就是这样快速的，先给它润湿两面啊，两面。这个就是稳定度啦，那是因为我东西做的熟练，好，这个先放在这里。我先示范一下我这要怎么接。那接陶土这种东西结合的地方，就我们讲的要刮个粗糙面嘛。刮个粗糙面，这个地方。老师，这个刮粗糙面它的作用是增加它的粘着的力量。它有粗糙面，就像我们盖房子一样，水泥那些为什么要去刮那粗糙面？像我现在就会翻过来，哈，翻过来就是我等一下这样卷比较好卷。陶土的这个干湿度，它现在直接用水做结合，还比较没关系，吃了一点水就好。好，其实就是把它弯成圆的，把它做结合嘛。这个地方呢，把它结合的地方，把它这样子先大概的，好，先把它先结合好，结合好了以后，才开始轻轻的压。好，
我们只是先做用水，就是说让它粘着起来。你安尼就染好的哦。还没有，我要先整理外面、整理里面都可以。像这种陶呢，它没有一定的规矩。那有时候我整理里面呢，我在抹合里面的时候，常常外面就会凸出来。那现在最近就是我会找一些工具去辅助它。好，比如说有时候如果等一下你怕说整理它外面会裂或怎样的，这个挡着它，你挡着它以后，你手去这样抹它，它就比较不会说就是裂开。好，那现在这个形体做出来以后呢，就是等它干一点，等一下我们就做接底。张老师给实验看起来，就是很典型一个硬汉的样子。但係我睇到講佢內心裡都有一個非常溫柔嘅部分。那它溫柔的部分，就像你用陶板來做杯子的時候，要先刮一刮，然後會上一層水，就之後再奶粘合起來，一種粘着劑咁樣嘅。睇到張老師佢現在用飛來做創作，像佢自己用電窯來創作啊，佢也有接觸到用手炒來燒飛嘅。就講每一種技法技術，佢都會去磨，他也會花時間，有耐心去磨練自家嘅技巧。我们一样就是结合地方，我会建议就是刮粗糙面，然后待会就是上泥浆嘛，哈。那为什么刚刚结合地方它是用水？对，因为它那时候的条件土呢比较湿，够湿的条件下它就可以用水。那越来越干呢，我就会建议就是用泥浆。好了是吧？好了，好了。那现在就是你在转盘上嘛，哈，就是自己把它转过来放在这个上面，转过来小心一点，对。好，先放上去，像这里都变形都没关系，到时候都还可以调整。那你这样看我啊，我现在就把它这个切断哈。我当然是边做就是边转啊，然后就这样子切断。OK， 切断了呢，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拿起来以后，哦，糟糕，我刚刚是哪个位置对的？因为你做的是不规则造型，所以我会建议你在这个底啊，哈，打一个交叉，你就可以对到，做一个记号，做一个记号，这样子它就可以对得到。做了艺术创作了条路，还有个 tandem， 加个爸爸张老师还有师母就按呢三个行的了艺术创作按呢一家人的一条路风，还猜到张老师张大哥给发挥的一个作用，就像那个泥浆一样，然后了飞整个塑形能够好好的粘合在一起。你喺我猜到一个创作者，其實都冇容易嘅一件事情，因為當多做藝術創作嘅人，佢當有自己嘅想法，非常嘅，甚至人哋做得講叛逆。我相信啲張老師嘅也成功也有安尼嘅地方，就講兼顧到自己創作的獨立性，要做得兼顧到家人，就是合在一起一條路，我猜到你係非常我啲。也成功看到非常特別、非常冇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杯子呢，基本上就是做好，把东西磨好，我还会做一些质感，等它干透了才能上釉。上了釉呢，就是我们这后面的电窑，去烧。对，就是我基本上陶都是用1230度，可能烧个20几个小时左右，然后烧成这样子。因为工厂要懂枪做飞呢，就是一步一步又要等待，然后再一步要等待，再一步。看到一件作品就只是一个简单的东西，它可能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历练出来的。那这种过程呢，说实话，只有你做过或懂的人才能体会。天天张老师做咧，我自家嘅茶杯嘅，也啲家嘅工作室看到同多嘅茶碗，食到好食嘅茶。你都講用淡入邊有暗多嘅茶，但係呢，我對茶色彩係一知半解。故所呢，想要啲和較多老茶有相關嘅事情啊，就來到兩個茶館。
Jenny 给你泡两马盖茶。这个是金萱茶，是台湾特有种的金萱茶。金萱也是台湾自己人发明的茶品种。然后它的味道特色在于说，它有淡淡的奶香气息，那这是很独特的，不透过添加，然后在制成上面，这个品种就很有丝滑、很娟秀的一个气息在这边。对，真是 Q 感，塞起来就是那个丝滑，你讲的那个感觉。对，就是很 creamy 的一个感觉。我父亲那一代在做这个茶产业的时候，是从生产制造那边去开始的，然后做的一向也都是批发的东西。可是在我来看的话，我想要它成为一个比较具象的东西，我想要它有一个系统化，然后借由这个系统可以让全世界都看到的一个模样，而不是只有在台湾里面而已。所以这家店的形成就是有把以前东西切割开来，那这个切割过程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因为我们从传产脱离开来，可是还是背负着它的文化，所以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一个崭新的一个开始。因为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外国人，他们都喝茶包，然后可是你们在追求酒或是咖啡就是很讲究，可是茶反而好像不是很 care 这件事情。于是开这家店之后，就会变成是我的梦想的执行。我可以把我台湾的茶叶，透过不同的味道去分成不同的等级，透过外国人能够理解的科学方式去把它分类。所以这样的方式不仅让外国人了解，然后更能够让现在的年轻人能够很容易进入这个状态，然后不会觉得好像茶叶很难。一讲到高山茶，什么叫高山茶？然后我去买乌龙茶，怎样买乌龙茶？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开始这件事情。今日呢 ，Jenny 呀，店面红就会有这个算自己原创的一种分类的方式。对。我们介绍第一款，这个是我们用老茶去做的，去熏桂花的一个茶叶，我们叫做招摇。然后你可以看到外观上是黑黑一粒一粒的，很紧结的，对。然后它的味道是很耐人寻味，它很多层次，它比较呈现多一点柑橘味道。再下来这个是包种茶，你看它是不是 QQ 的？QQ 的，那它是半球形的茶叶，那它是属于轻发酵的包种茶，那喝起来的话会带一点那种海草的味道。然后这个茶还特别是它是被虫叮咬过的，跟东方棉茶一样，所以它是蜜香的包种茶。龙潭的包种茶其实很有名的，但是经过的时间，就是包种茶它的缺点就在不耐泡，所以时间的这转换下来，它其实是有点退流行的。那我们希望大家还是会重新认识这个茶，所以这个茶也在我们的系列里面。然后再过来看这个，它是属于乌龙茶，我们大家认识的乌龙茶。那这是属于烘焙型的，中前烘焙型的，所以它会有焦糖的味道。两种米是有西巴的熊腔，一点点就是那个青草的香气，花香气息。可是这个的话，它有带一点糖香味道，因为它是烘焙过后的茶叶，有点像那个甘草瓜子。对，那个甘甜的味道。那是因为茶叶里面有糖类，糖类在烘焙之后会变焦糖化，焦糖化出来的话就变得很回甘的味道。所以回甘是因为茶叶里面的一个糖类转换，所以是甜的味道，是来自于茶叶，而不是添加的。我们说回甘是这样子，对。好，你可以看到这是陶土做的一个熏茶器。那这里面构造其实很简单，在家里就可以买到这种蜡烛。然后这个呢，就是把它茶叶倒到这边之后，然后放上去熏过之后的话，它的糖味道会增加。配茶这件事情啊，一直老都讲係挺專業嘅一件事情，就講可能要專門嘅工廠來做。那茶配嚟才會好食，才會有佢應該要有嘅香味。但係今日聽聽 Jenny 嘅教藝用版人哋冇卡用簡單嘅東西啊，用蠟燭啲大下燒的，安尼就做得配茶。配過嘅茶呢，泡起來又冇配過嘅生茶，飲起來口感也好啦，氣味也好啊，係完全冇同樣嘅感覺。然後發現到，原來茶係一種用很簡單嘅方式，一般人啲不卡，你就做得老茶做出無同樣嘅層次，其實同費時間嘅東西，我就會再來想講，我哋一般人啊，平常時間都拿嚟做乜嘅喏？可能大家有時間嘅時節啦，看電視也好啦，也係講聊下大家會啲手機看動到新嘅資訊入來啦，但係係唔係做得有時間，你點清下來，天天嘅配，天天嘅感受嘅味道。跑出來，就講你的屁股會想過來，呢係一種慢下來，用時間去穩進來嘅感受。嚟出到呢種感受，頭白眼啲做得安尼香酥泡一壺茶，但係呢係眼啲咧。
赖老师，你有没有看到？对啊，最近好吗？最近 OK 的 OK 的。赖老师，抹汗吗？该？我在整理我的糖，对，我们的糖现在已经融化了。哎，怎么会是软的？对啊，因为我们有经过机器的加热这样子。对对对，今日就上来然后好用完做糖哎，偷师就对了哈。对，可以吗？可以啊。因为我本身是厨师，所以说当初想要做，就是因为果雕，果雕就是兴趣。拉糖是取决于在法国，法国很有名。比如说做西点的师傅，他们要在西点上面，比如说西点蛋糕上面做个装饰，或者是他们的西点上面，比如说我个小蛋糕上面放点拉糖的元素下去，是从这边演变而来。好，那我们现在要来做玫瑰花。好，刚刚我们大概是这种颜色。好，我们拉完就变这种颜色，会变点带点乳白色。好，但等下我们会拉出另外一种颜色，就这样子。哦。好，这是我们的金属哈，金属。真的有金属光泽。对，金属光泽让把它做出来。好，我们现在卷花先哈，因为我们现在现场的今天的温度比较低一点点。好，因为我们的拉糖的话，其实现场的温度很重要，温度跟湿度很重要。老师，迄讲了几只空间底度嘅温度、老湿度。对，差不多我们的温度会维持在20度到23度之间。这是我们的花心，轻轻的带它就好了。做花要像花哈，才是最重要的重点，要做的像花。其实我比较偏向于就是写实，拉糖两个手法，一个是抽象，一个是写实。抽象的方式在法国国外的话，他们会比较能够被接受，就是比较富有自己的创作能力。但是有很多人他们是看不懂，所以会偏向做比较写实的，像龙啊、凤啊、老鹰啊，还是人物啊这样子。只要是照片呈现得出来，我就想去尝试把它做得到像。好，那做个小东西给你吃一下哈。老师，这桶的做在吃了。可以啊，这可以吃啊，对啊，对啊，对啊。先把它拉下来，好，这样子我就可以剪下来了。好，给变硬嘞。对，它慢慢变。变硬就いただきます。如果说我们没用剪刀的话，会一直变这样子。它一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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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只会变得越来越细长。它会变龙须糖。对对对对对。要来桶的时间，除了金属光，还会有什么样的效果？有什么其他的？金属光的话，那我们还有就是琉璃，琉璃就是做起来很透明，透明就跟玻璃一样，玻璃一样，就像我们还没有加热汤这样子。老师，你开始做玫瑰花跟时间，还有特别下功夫去看玫瑰花的花瓣每一片每一片。我们会特别去买玫瑰花，把它拆开来，拆开来，后来把它逐步分解，这样子。其实就是一片一片把它装上去，把它装上去。因为我做的很慢，做的很慢，所以我就会开始会做一个小微调，这样让花开得更漂亮，这样子。哇，同的那种新的一种。材料很爱忙生命个嘅，我说那种捏的之后基本圆就做得塑形，但是一下的两下班就人体之后呢，迄个那花的顺风的捏到贴破嘅，咁你强的变一下，佢可能就吹起来。我说你很爱测到最困难的地方，因为爱有加个金属色泽，首先爱到佢掰到变破破的安尼一片，但是贴破以后呢，佢人体佢就会非常的脆弱。爱破长有安尼个漂亮的色泽，但是又做唔得贴破，爱测到了盆老破之间的拿捏是真困难的。还有就讲爱做了同的爱啲一定的温度、一定的湿度，我说每一个环节都会影响到了花会做出来有浆咯。爱测到动多细节，爱去顾虑，两係像可能很简单。
照，哎，Misa 你好。你有新嘅作品啊？係啊，你最近張爽師嘅作品啊？我說按照無限就無限做新嘅作品。係啊，還做不單兩種啊，還有其他嘅演員，去年都做他們超過100種嘅造就啊。係啊。啲做目睭，但係眼睛用法做目睭，你同好皮亮目睭嘅資產。係啊。都係你睇。好啊，那就帶你看它整個過程，好不好？好。那個麥酒呢，在地界來講啦，在歐洲、在德國，其實是很久的歷史。當然，我們台灣人是把它當做一種大眾化嘅飲料。麥酒嘅給大家印象呢，覺得就會好開解渴。其實呢，這個麥酒呢，它有很多的層次。就是在你在什麼場合都其實可以喝，哦，它不單是餐前酒，還主要還是有很多的這個場合都可以用到這個麥酒。用酒的地方。聊一下蒸煮室。對對對，所以做麥酒的地方。你係剔一隻果茶。哎，剔一隻過程，就咱們從兩邊開始。哎，好，你看啦。它批到係香嘅米絲，你乜嘅米湯？麥芽嘅米湯。而看到嘅咧，佢叫麥芽汁，要經過糖化以後咧，佢過濾出嚟嘅麥汁，就麥芽嘅顏色。你看到有看到底度有泡，有一些碳泡質，碳泡質到時會沉澱下來，你看咧顏色唔同，係嘛？你看下邊，係香香嘅。啊，香香嘅。香香嘅。哦，然後咧係小嘅，差唔多70幾度，因為佢糖化完成以後咧，佢70幾度就衝到那邊來，那邊過濾完之後咧，就到那邊，哦，到那邊就進行就加啲啤酒花，加啤酒花，啊，嘅啤酒花進行煮，它有雜種油。啤酒花加嘅作用係乜嘢？就啤酒嘅苦味同香味都會從香味，都會啤酒花來。所以啤味，冇錯。咁一般台灣人咧就覺得那個啤酒苦味咧就唔好食了，不過那個外國人咧佢都中意食那個苦味。不過一啲都全部都會麥汁，冇錯。啊，過多幾片過濾以後，過多幾片煮。係啊。你係純嘅麥汁，唔是加東西。純嘅麥汁，第一道的麥汁一番炸，它講的就是這個，第一道麥汁。Misa 這邊我們主要就是發酵，所以剛才我們的麥汁過來以後呢，就是到這個發酵槽。Misa 你看到兩個冒泡嘅兩個就係開始發酵了，有空氣走出來。冇錯。你係乜嘅？兩個就是二氧化碳，然後就會麥芽汁佢就把一個糖分呢，通過酵母發酵呢，就變成酒精同二氧化碳。哦，空氣就會走出來。係啊，冇錯。所以講精釀啤酒，然後一般雙葉啤酒嘅唔同咧，就係兩個發酵呢非常傳統嘅，它有30天左右。30天。按照嘅時間啊。係啊，所以講按照地嘅一種傳統嘅一種釀造方法嚟做嘅。啊，平常做麥酒都係30天按照嗎？係啊，一般，但係一般嘅雙葉啤酒呢，它有係10幾年。哦，也時間較短。較短。加上呢種精釀啤酒呢，一般每隻罐子嘅唔同種嘅啤酒嘅種類唔同，嘅發酵嘅方式就唔同。有啲溫度會高啲，有啲溫度會低啲。太陽溫度係啲像溫度它有係10度到20幾度都有。哦，一種茶動態呢，10度到20幾度。像愛爾啤酒的話，就是在上面發酵，所以它會超過20度。那我3年前左右呢，就有一種想法，就會講，因為台灣嘅水果係全世界好出名嘅，所以講我就用台灣嘅水果，然後我就苗栗咧就會用那個草莓啊，應用啤酒差唔多2018年嘅時候呢，我就拿到世界冠軍，就哇，那種香味非常好。看到畢業，要坐在吃這裡哈。發酵完以後你就吃蝦子。佢吃啲嘅麥酒佢好食冇？你麥酒好唔好呢？先看佢泡麥，泡麥非常細膩，很潔白，對，很細膩。啊，那你看這個酒體，這個還沒有過濾，所以它會濁濁的。那過濾完以後就很好清，很清。所以你可以試下的。
就讲食到了目睭的面食啊，哎，真是会感受到哇，了目睭其迄爽爽的。常常其他人来讲啊，了目睭啊，其咧发酵的过程啊，酵母是活的，哪点也比目睭亮亮安尼说，真是会感受到人做嘛讲酒迄生命之水啊，因为唔但像迄讲哦，佢做的本人带来快乐的感受啊，放松的感觉啊，其实了啤酒佢本身就有生命。下边就会剃头的果粒，下边呢，剃一头果粒。然后第3套过滤完就可以爽温，这是一般的常温，可以供1年。这过滤配嘅东西，係嘛嘅會影響到佢嘅保存。咪去做嗰啲酵母啊，還有一些雜質啊、雜質啊，像什麼蛋白質啊，一些渣一些東西。所以講麥酒其實不用久嘅也冇好食嘅。麥酒呢一定都新鮮先好食。會比較新鮮，因為佢酒精度比較低嘛。但係如果係9秒度嘅一種。嗰個12度嘅一種麥酒呢，啲酒呢可能有唔同喎。佢做得陳年。冇做，佢哋都陳年啦。係啊，大概就2個過濾完之後呢，就會到那個包裝那邊。包裝。對，包裝就裝到瓶子裏邊。裝瓶。然後從中佢接觸嘅過程啊，我發現到咧唔單淨係一間工廠天天，因為香港咧安尼有一隻生產線，啊有規模嘅一個工廠，可能佢嘅東西講馬介都機器啊自動化，係唔係較無人、較無手工嘅部分低度，但係同從中去分享當到做酒嘅知識。理性的部分，做酒也有情感性的一種部分，就睇到講哇，原來麥酒唔單止係麥酒呢，原來麥酒廠唔單止做麥酒廠，佢還有當到新嘅變化，當到嘅人嘅部分，人嘅想法就會講。做創作嘅人啊，我睇到講，咧每一件麥酒都唱係創作嘅作品咁樣。咧做創作嘅人呢，人嘅想法係靈活的，佢唔係講係用酒都用同樣嘅材料來做同樣嘅東西。第1滴到麥酒係按有變化性、按講嘅一種東西。亞萍，嗨，Misa。今日到那邊忙係咪嘅？我今天在整理就是小朋友一起做的作品的。很講去法哦，你還法？這是魯冰花，對，然後這個是龍潭大池，對，然後但這大池又是裝在月亮裡面，然後跟小朋友一起想象我是一朵什麼樣的花，對，那每個人的花都會不太一樣。那用魯冰花其實是因為，魯冰花是客家的母親花，這是第一個，然後第二個我想借由。這個我是一個什麼樣的花，去轉換媽媽跟他們個人之間的角色，希望他們可以把媽媽視為獨立個體，所以就用魯冰花去當做一個概念去思考。那這個東西其實就是小朋友是體驗嘛，但它是比較平面的。那我之前有帶他們做一些立體的，那我們也可以去試試看做比較立體的東西。對，然後這個日式宿舍旁邊有一條林潭街，對，那我工作室就在那邊，我們可以去看看。好，走。你好，怎麼幹？我們今天要來做的是龍潭的顏色，但是跟水有關，就是水會映照很多城市的景象，所以四季也會有不同的顏色。那其實因為龍潭周圍都是茶園，所以大部分都是跟大地的顏色有關，所以我們就挑了一些大地的顏色來做龍潭的景色。但怎麼調呢？其實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調色的方法，所以就是看你想怎麼調都可以。本來係想要選
中医嘅色来做两只电嘅创作。但係呢，叶平佢就讲，好，我哋下拿几种色用到做灯烘，唔就用呢几种色，最好莫超过3种，因为木香香嘅色之间呢，他们会交流变化，故说两种变化係无法度去讲预期會有乜嘅變化呢？我發現到啲咧歌場地度有動神奇嘅地方就講頭擺因為我自己也係做創作嘅人，我知道做創作嘅人嘗試會比到我要達到乜嘅用上嘅結果，我就知道開始嘅時間我要選擇乜嘅，但係呢，喺個唔好去預設一個立場，我哋還會看到乜嘅結果嘅話呢，你就唔會講我一定愛槍色也好啦，拍色也好黃色也好，我一定愛呢3種色。喺個冇呢3種色，我用嘅色，我就冇法度做嘅嘛。其實唔係安尼啊，唔係講像葉平今日也有分享講，雖然咧做東西嘅時節，佢冇呢個問題，因為他們沒有預設立場，故所就本來感受到，其實做創作嘅時節上時呢，唔讀到嘅冇熟悉嘅材料，唔讀到嘅冇熟悉嘅色，但係本掠到色，佢自己去發揮，佢自己去變化。做得變出來，你想都想唔到嘅東西。來靈潭街其實是我的創作裡，我有個轉向，就是那個轉向是我在討論藝術進入社區裡面的人，這些人在幹什麼？那作為一個藝術家，在連接藝術社區跟人這件事情的時候，到底藝術家有沒有聽到，然後有沒有辦法轉譯這件事情？所以我來的時候，其實我帶着一個空白的狀態來到這個地方，藝術專業領域的那一個部分，我也讓他先放下，我就學着跟大家一起生活。因為我想要找一個有辦法生活的地方，有生活感的地方。因為我是台北長大的小孩，其實我生活的地方是個時間速度很快的地方，有時候對我們人跟人之間相處的東西，它有時候會被忽略。可是我覺得我來龍潭的時候，它的時間有比較慢。然後我有感受到一些我可能在以前生活中它已經消失不見的東西，我可以在這裡找回來。對，所以我就選擇來龍潭這樣子。其實我們有時候繪畫會習慣，或者是我們在創作的時候會習慣我們要所有事情做控制。可是我在就是帶街區的時候，像街區上面的燈籠，大家都會說，我是不是要有個具象的圖案去做這件事情，然後畫出一個什麼樣的東西？可是我希望大家就是在享受這個過程，發現這個過程中，大家都可以創造出獨一無二的作品。所以其實這是試圖打破框架，小朋友做他絕對沒有問題。可是長輩他們就一定要開用手機照圖，畫一個很像的東西。可是就是要讓他們玩，對。然後因為我進社區的時候，其實是很想了解到底藝術可以在社區的民眾裡帶出什麼樣不同的可能性。所以我那個時候在設計這些教案跟創作的時候，會得到一些不同的回饋。那葉平講法嘅歌場地度，我會出到講，佢係一隻唔單止有同到想法，佢地度按用版老叻到想法落實，佢地度按用版人去拆解我哋固定既有的框架，自家嘅世界、自家嘅頭腦總係有一隻強烈嘅片，有一個框線在那裡，但係呢，嘗試唔本素材加到自家去尋到自家嘅路，自家去發展嘅世界，然後自家打開來去接受每一隻色，佢自家帶出來嘅變化。Hello， 你好。老師你好。你好。其實我覺得，因為像實物模型這種東西，就是最普遍可以接觸到的，就是百貨公司櫥窗裡面的實物模型。但是因為我覺得現在台灣的飲食都比較西式了，或者是比較日式了，就是大家可能會比較
忘记说我们台湾传统饮食文化的演变，所以我就想要透过一些这种比较古早味的菜色的呈现，然后让大家就是回忆起说我们台湾过去早期的食物也是有美好的一面，就是一些文化的记忆这样子。老师，你要拿俩黑马盖？俩黑树脂粘土可以做这个食物模型的材料。对，既有动动木漂亮的色。对，有很多种颜色。那我们今天做的是这个豆腐乳。豆腐乳。对，那个豆腐乳的话，这个土黄色会比较接近我们平常吃的那个颜色。那因为它是方的，所以我们取下一团土之后，我们先把它揉圆。揉圆。对对对。好，揉圆之后呢，我们把它放在桌上，用你的食指和拇指这样子，这样捏，这样捏。就是先老夹个扁老高，对对对，捏出豆腐乳的那个角。对对对，好，你试试看。好，老师，你做了食物模型做几久呀？做了大概5、6年有。用半年嘅因缘机会开始会做咧。一开始是突摄影去上课，去上美术课，然后我在旁边等小孩的时候，看到有大人也可以上的那种课程，所以就想说跟小孩一起上课这样子。然后一开始是做甜点类，然后后来就是做多了，就觉得想要有一些不一样的尝试，就是接触到食物模型类这样子。对对对。开始嘅时间做甜点呀，还是做模型，还是真的学甜点？模型的甜点。对对。报名上开始就甜点以外就做其他的东西。对，好的话就大概会是这样子。对，这样做的很不错，很不错。对，大概会是这样子。然后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这样子放进来。这个比较深色的，我们可以先取一小团。取一小团之后，把它捏成椭圆形。放上去就会觉得比较像是天味那个豆瓣的部分这样子。做够长的地图呢，唔但将树去名到了粘土，有时候我发现到哇，然后做了这雕塑，其实计算一种微型的雕塑。然后做了雕塑嘅时间，开始啲头脑地图前，印象地图嘅豆腐是上咗马嘅款，当好搞嘅係透过了只眼夹嘅一只形出来。现在我用马嘅色了只高长地图，就我发现到开始去寻了只记忆。像因为老师佢有自家贴片嘅美感，还有家業家嘅對。食物懂得嘅分一啲地度嘅時間呢，那東西就做得喚起很多人的共感。當場係回溯了一趟美食之旅。來到桃園呢，拜訪嘅幾位嘅藝術創作家也好啊，也係講專門了達領域地度嘅東西，用最好嘅方式想去推廣俾大家。想愛留按好嘅東西分享俾大家，我知道美感呢件事情呢，唔單止係一上癮嘅，就講做藝術創作人嘅目的，其實也係希望我知道將嘅東西我來分享出去，幫下較多人做得感受到，呢個東西喺邊度，用把嘢去看，用把嘢去食，用把嘢去批，用把嘢去談，做得感受得到呢個東西係講嘅。本來安尼生活帶來很較多、很較豐富嘅感受。山路弯弯，给水路梦雾，
甘米酒有路，行一长长的路，开眼屯地，梦中的茶香，归山强流。莫连，日头落山嘅片，总系故乡。摘茶，爱摘就两三瓢，三夜嘞，三夜。我摘酒落了了，啊，给山路，山路弯。给水路，水路蒙雾，水海层酸酒家，天山天有，甘米酒有路。